陈大都来到宝岛台湾，在台北发现人生地不熟，和想象中的台湾完全不一样。每当出门问路或渡人，总是因语言不通、文化水平差异，以及战后经济萧条，百姓生活非常困苦。再加上自己本身水土不服，因而思乡心切。有一天来到总督府，心想大概台湾同胞与我无缘了，不然为何来了台湾将近1年，生活上始终无法适应，加上身体病况越来越严重，因此不如写封信回天津，请示道长及父母。父母接信后，得知宝贝女儿在台湾受苦，几番讨论商量之后，就回信说可以先回天津，养好身体，再从长计议。于是买好船票，即将离开台北，再度经过总督府，心想我这趟回天津，不知何年何日再有缘到台湾。遂掏出了台湾居留证，将它撕毁，扔在地上。看到我后会有期，依依不舍，四处遥望这里的风景一物。一路风平浪静，眼看再过几个小时即可回到天津了。陈大都等人闻讯，整理行囊，以地面沿山，半岛开荒，互相支
心。一行人在天津大户口登船，父母亲亲自送至岸边。我在心里，你回去要好好照顾身体，不能太过奋斗，将来能成家生活。好事经营永远不长，能够谈成不久，就算因缘组合，万绝相续。身体支援不济，注入生活陷入困境。为了安顿身体，遂在台北东门市场张罗同族商行，有7000人，即都为钱道同修照料。材料厂为了生计，为了办道，为了能立刻了变，带着陈大哥等人到了台中，日以继夜，不停的工作。彼此分工合作，有的钱道大清早起身，推着单车沿街叫卖，有的磨豆乳、酿豆干酱，有的日夜不停压面条、晒干面，以劳力换取生活所需。然而风雨无情，台湾的西北雨瞬时百变，一不留神，西湖纵观百倍，晒干的面条遇到大雨是无法收拾的。所以要再含着眼泪再度赶工，以度过生活困境。陈大姑为了弥补日常生活费用，一有空就缝制布鞋。没有想起生活的困难，素人的困难，甚至于种种挫折，总是满目的欣慰。劳动之时，昏昏沉沉，恍如见到老师的姿容。徒儿啊，你要好好学习观音菩萨，闻声救苦。你不要怕苦，你会成功的。我等着你，错不了，错不了。锐利的针头无意中刺痛了手指头，苏醒了过来。原来是回忆起5年前师尊召见时，又惶恐又惊喜的一幕，不断萦绕在脑海，不断鞭策提心，作为挫折之中勇敢站起来的强心剂。陈大姑来回斗六与台中之间，为了节省金钱，大清早从3民路步行到车站。在火车里思考着如何渡人，要找什么人帮忙。虽然陈太太詹先很诚心，很会渡人，但是陈先生考虑很大，又是他先生不同意他出来。他知道陈大姑来到斗六办道渡人，他总是设法帮忙，常常从篱笆内丢出整包的米跟菜助道。后来渡了太姑彭府城，方成基每天渡人。每逢初一、15，求婚的人拿着身份证排队挂号写表文，来往友亲就多了。陈先生非常不高兴。此时重修堂堂主林书昭老先生力邀陈大姑前往办告。夫妇非常热忱接待道亲，这也是道路发展的转折，改变了从家庭佛堂改建公共佛堂的运作模式。
后埋伏，下令要抓陈大姑和韩先生，但是身佛助化，数度与办案人员擦身而过，安然脱身。慎终追远，此为教育重点。是说我们每个人。无奈因其屡次失误的刑警大队大发雷霆，责怪干员取缔不力。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，就是做这个众人全副武装，荷枪实弹包围重修堂。你们非法集会在做什么？负责人哪去了？于是大肆搜索，带走了物权、单元名册以及账册等资料，包括要陈大姑等人出面，否则将严厉取缔重修堂，严禁所有活动，摘掉重修堂的立案许可。此时陈大姑心力交瘁，深觉魔考重重，难以度日。师母而言，只有默默叩求上苍慈悲，彻夜未眠，一叩一叩，叩至万叩，叩至天亮，只求上苍宽恕众生众弟子，能平安办道，愿以己身为众人受罪。如此大慈大悲之精神，深受弟子们感动。因为陈大姑诚心所求，今能化解困境，继续平安传道。经过这般长时期的痛苦和磨难，道体日渐成长。为了道路的需要，重修堂翻修改建。此时的道场神机显化很多。有一位天生哑巴，施工看了始终无法开口说话。由于起家修道的关系，这位哑巴才得为专家而求道。当陈大姑传了道给这些恩时，这位星球道人突然开口说话了，当场众人啧啧称奇。因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小小的老路镇早朝轰动，大家都要找陈大姑求道。有一天来了一位瘸子，一拐一拐进了佛殿，诚心敬意领受法音，恭求三宝。也出现了奇迹，竟然忘了拿拐杖回家。因为到家后双腿又恢复了正常。这些奇迹印证了道真、理真、生命真。虽然外面警察巡逻天天风声鹤唳，官考严厉取缔，报纸严重诽谤，陈大姑仍一本泰山崩于前而不至的勇气，一心一意为传道救度众生而日以继夜，斜风逆雨，奔波劳行，乐道不疲，道路日渐生机蓬勃。度过了躲躲藏藏的日子，有一天，陈大姑不幸被捕了。在看守所中，天天忍受着疲劳的审问，忍受着各种威胁利诱。问案人员说，只要承认办理官告就好了嘛，不必如此受苦。白天除了问话之外，还要出劳役，扛粪施肥。同行的地区家有张前人、李前人等，大概只有拼死搏命、一天有上天安排罢了。幸运的陈大姑在狱中受到好心的长者协助，保外就医，才结束了28天的铁窗日子。出狱后的陈大姑更坚信师子师母是天命名师，更有勇气传道，越挫越勇，越不畏惧强权官袍。1969年，第一批本卡大学生在台中求道，为了协助学生研究道与真
成立伙食团，让学生共同帮伙，自己学习料理伙食炊事。陈大姑则经常到伙食团亲自指导示范如何做饭、做菜、做包子、水饺、面食等。因此，早期的学生都与陈大姑结下了很深很浓厚的善缘。学生道路很快的从台中发展到台北，随着学界道路的发展，台北社会界的道路也逐渐展开。早期在板桥、三重、新庄的工厂界，到处都成立伙食团，一起学道，一起办道。人才成长之后，福堂如雨后春笋，四处林立，陈大姑也因而更加忙碌。伴随学界道路的成长，陈大姑操心的琐事更加繁杂。每遇到学生新班毕业了，必定亲自参加欢送会，再以叮咛嘱咐，欢送这群大学学生平安入伍、平安返乡，再发心投入修办行列。1976年大好办起，从北到南，情治单位的掌控丝毫不漏。社会界佛堂出事，学生也出事，被押在警察局。又听说学生被教官传讯了，又听说学生被开除学籍了，被记大过，被留校查看了。消息传来，如晴天霹雳，昏天暗地。这群品学进步的学生，为何会为了学道、为了信道，要遭受如此严重的惩罚呢？为了让幼小的道苗不要受到如此无情严厉的考验，于是，在人情上东拜托西拜托，送礼做人情总是免不了，花钱又不能消灾。天意的力量果真非常神妙，在台北没有什么神迹显化，完全凭着陈大姑的一片真诚和苦心。每到了办道的日子，就会有好多人来求道。求道的人在一个小佛堂里，好像赶庙会一样，一波一波的进来，忽然间来了数十多个，几个里里外外都是人，真是万仙助道。陈大姑看着求道人如此踊跃，赞叹地说：“天命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求道的人就像潮水拥堵一样，连门板都挡不住啊！”陈大姑很重视孝道，感动了许多破碎家庭再度团圆。他说：“孝不只要交爱，更要顺亲之旨，进而孝亲育之以义，行之以道，以显父母。”在法会上，有一个20出头的少年人小陈，听着陈大姑述说行孝的每一段话，似乎深深打动他的心，也唤醒了他糊涂的心，终于觉悟到自己的迷惑、堕落和粗暴。他决定要洗心革面，重拾当年憨厚的自我。隔天，他回忆陈大姑的话，句句犹如针砭，刺入了心扉。小陈为向父母亲祈求原谅，叹不道去，自责起来，捶胸顿足，悲痛不已。父母莫名其妙也跟着哭了起来。而像这样的感化事迹，在道场多得不胜枚举。正所谓天下义，人之以道。您的讨论是我无助的，它总是化身成为全
有些人无所不用其极，替代瓦解道场，彻底消灭外道，动摇道之信心。这时候，整个大道场被搅得一片昏天地暗。此时陈大姑由于悲伤过度，胃疾复发，一日出血7次，情况危急。医生也没有什么信心能稳定病情。陈大姑躺在白色病床上，思绪翻来覆去，我如何能走下去？易经上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对了，道场很久没有动了，我要办道去。似乎这个意念产生了作用，血止了，血不再流了，数月之间恢复了荣光。历经了动荡的严重打击，陈大姑勉强再重新出发，思想着如何稳定道场，如何保护无辜的道亲。终于想到官正帝君的忠义精神，再不召集有心修道办道者，将道场才分区运作，运用忠义自班的体系，互相帮助，济弱扶倾，见道成道，很快的在台北北接受被肯定。失败了3年，道路发展更为蓬勃有朝气，中南部道场也纷纷跟进。影响所及，国外各道场都普遍实施忠义自班集体领导，整体带动的领导架构符合了国际化民主时代的潮流，建立了道场迈向现代化的基础。承先启后，推广开来，是陈大姑的行政使命。走过了50年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光与卓越的智慧，创造了道传世界各国的百两奇迹，缔造了以台湾为海内外道亲朝圣基地，胸怀世界各国，让慈航周游寰宇，接引元胎佛子，缔建一道同风灵的家园，带领着白羊永恒的舵手。